各位老师，我这是10点嘛，吼，因为咱加1点钟的时间，唔知会当时开始未？10点开始啊。我这现在是10点嘛啦。无，我先试一下吼，看大家看得到我的 PPT 无，好不好？好，好，好。请问各位老师，敢有看到我的 PPT？ 有看到，有看到。记载的课程，语言的力量。有看到。安尼就是看大会什么时阵要开始？咱即摆就开始，好无？哦，即摆开始吼，好。嘿。好，多谢馆长。好啊。那安尼馆长哦，甲迄个各位前辈先生大家好，我是郑源迄个真歹势啦吼，我迄个煞第一个照讲是应该其他的老师来讲才对啦吼，就算讲拄先开始无法度无如西尾啦吼，大家才甲包含一下吼。今仔日迄个即个题目吼，原底是应该是讲馆长也足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本土语言意识啦吼。咱要安怎推广本土语言意识？本土语言意识到底是啥物物件？可能是爱甲注意开拆一下吼。咱今日1点钟的时间吼，我惊讲检查时间会无啥够，因为我 PPT 做100外页咧。我尽量讲较紧的啦吼。若真正无法度去以后，我会办迄个演习吼，注意老师才欢迎你来吼。等者我来小解着即个演习吼。像咱我的题目会甲伊定即个百载启蒙经济的力量吼。今年是2021啦吼。伫1021年的时阵吼，台湾有一件真大的代志吼，会讲是影响咱全台湾的吼。这甲咱今仔日要讲的议题完全有关系，所以我们才来讲即个100年的启蒙，即个启蒙运动吼，对咱迄个本土语言意识的提升吼，其实是有足大影响吼。这个物件其实注意凡说恁已经想到1921年啦吼，1921年其实就是迄个大正10年吼，就迄时阵台湾是日本时代吼。即马咱台湾有一个党叫做台湾民众党吼，但是其实是咧操一个人啦吼。郑伟水因其实就是台湾文化协会吼，今年就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第100档吼。所以今年有一个真特别的意义咧，真伫咧吼。所以我嘛是借即个机会，要甲大家讲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吼，先甲咱的本土语言意识要催促有关系吼。好，大概我用即个概念甲大家讲吼。这是我的报告的大纲吼。先甲大家等下小可讲一下吼，因为我无想着讲人会遮热吼。反正是因为是线顶的，所以大家较有机会来吼。一般演讲嘛无可能有20-30个就是算头笑啊吼。其他只咱看起来100外个咧吼。迄个所以有可能熟悉真侪是老朋友啊吼。毋过有诶可能咱是头摆见面吼。我先迄个头报一下家门啦吼。人讲报家门，其实就是迄个个人的小解啦吼。即摆拢讲小解介绍嘛吼。其实古早拢讲迄个报家门吼。你看歌戏嘛，拢讲报家门吼。好迄个过来是要甲大家讲吼。要讲台湾本土意识，应该先甲大家讲啥物是台湾意识。凡说注意老师，恁的头壳内面已经有想到啥物是台湾意识，也就是讲吼，你伫21世纪这个时空背景，你想到的台湾意识，甲历史上的台湾意识是同款也是无同款？我感觉做一个迄个行这道的，应该是讲做这个运动的人，咱应该对历史爱掌握，对历史爱了解，毋通啥物物件拢讲无根底啦吼。你古早的物件拢毋知影敢若想着讲未来咱要安怎？未来咱要安怎？其实爱看古早咱有迄个做偌济代志吼。真济代志吼，就甲读册共款嘛吼，就迄毋是一工的代志吼，爱雕拔。
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吼，大家要定金嘛，共款嘛吼。所以咱本土语言意识，我都定金，我都吹哨无吼，甲台湾意识有关系。所以，什么是台湾意识，咱应该爱知影吼。就算讲你即马头壳已经想到台湾意识啊，但是这台湾意识是毋是历史上的台湾意识，甲即摆台湾意识有关系无吼？咱可能爱开听一下吼。过来就是既然知影台湾意识，过来咧，什么是台湾的本土语言意识？这个本土语言意识的建立，当然就甲咱的语言政策、甲语言教育有关系。第5个题目就是我拄仔讲的文化协会啦所以我们才讲迄个必然的文协的必然本土语言意识的培力宣讲其实文化协会影响台湾真大，但是伊上大的影响都是入去国庄头入去宣讲。迄个年代啦，迄个年代，当然迄个年代用宣讲的方式以为的精神伫咧啦爱讲啥物，伊其实就是咧讲台湾民族意识，台湾的民族即个意识啦，台湾咱诚做一个民族，所以咱即马拢感觉咱家己是台湾人，但是论真讲起来什么时阵台湾人才感觉家己是台湾人？恁敢有想过？咱毋是。咱当然，咱这个21世纪这时讲就感觉家己是台湾人，这定着是的但是从古以来台湾人什么时阵才是台湾人？你应该了解。那无台湾人都没有台湾话嘛？那无台湾话，咱即马台湾话、客话共款原住民话、原住民语拢共款那无这个语言，无这个人，都无这个语言，咱即马嘛无。甲做位讨论讲台湾本土意识，对吧？所以这一件看一件啦咱有等下温条甲大家开听。先甲大家迄个报一个家门我其实是听证员听证员其实我即马伫台中教育大学服务啦不过我的迄个背景其实是读中文所读中文系啦毋过我虽然讲是中文系，毋过你爱诸位老师可能爱谅解，就是讲我读册迄个年代台湾都还无台语系、台文系我读册迄个年代，这世界还无台语系、台文系所以阮迄个年代做语言研究大概伫台湾做语言研究大概2群人啦一群呢是中文背景的，一群是英文背景的大概是安尼所以我时阵是读中文系啦读师大中文所虽讲是读中文所，毋过我自硕士的时阵到博士开始做研究对硕士到博士拢是做台语我的老师应该诸位老师嘛拢捌听过是夏威夷的郑良伟教授啦对是我的指导老师我即马伫台中教育大学服务迄个大概我的研究是台湾语言拢台湾语言、语言学、英文学等等当然还有牵涉到真侪文化的问题最近做真侪拢是甲文化有关系甚至甲信仰有关系才有留一寡联络信互大家啦以后要小找人讲售后服务嘛那准做以后有啥物批评指教真欢迎互相咱追求进步啦咱即马赶紧进入主题要讲台湾意识的历史发展我用一个真简单的一张图甲大家讲台湾意识伊代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伊大概就是甲讲分做4个阶段。4个阶段，这4个阶段拢有台湾意识，不过这个4个阶段台湾意识会用讲拢无共款咱徛伫历史的角度，清国时代清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台湾意识生出什么款的台湾意识？迄是这个明朝的时阵，到中国变明朝的时阵差不多都有迄个汉人过来台湾啦嘛对吧？以汉人过来台湾迄个时阵因的台湾意识生出安怎其实迄个时阵拢是地方意识啦，都是过来伊知影伊家己是漳州人，伊知影伊家己是泉州人但是伊袂感觉伊家己是台湾人。住搁较久，就袂感觉是家己是台湾人。这个逻辑真简单，你甲想咱台湾即马有足侪的外籍的移工菲律宾来的啦还是泰国来啊等等对吧？因遮的外国来的移工来遮环世已经10档20档啊呢，对吧？但是你想因遮人敢会感觉家己是台湾人？你若感觉讲袂对，其实你再回去清国时代迄个背景我想你若回去迄个年代，即马人拢讲穿越，咱我就大概我就理解，迄个年代的人根本都无台湾意识，伊就算讲住台湾住搁较久，嘛袂感觉家己是台湾人，因为因来遮是干要讨趁尔，趁了要搁转去。恁捌看过歌戏嘛即个歌戏出叫做《甘国宝过台湾》。对吧？伊过来台湾遮拢是要讨趁尔对吧？伊其实毋是真正要做台湾人，
对吼，所以清国时代迄个时阵的台湾意识吼，不用讲完全无台湾意识，不哩个迄款意识较成地方的意识，较成族群的意识。族群意识啦，族群意识，过落去就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日本时代甲以后的伊虽然无啥共款，但是有一个共同点，这个时阵台湾人这是我拄则讲的，台湾人真正知影家己是台湾人，台湾人感觉家己是台湾人，清国时代袂感觉，到日本时代，因才感觉家己是台湾人，是安怎？当然是日本。无论伊对台湾安怎但是基本的伊也是用殖民的角度来看台湾啦当然，伊对台湾的建设也是贡献我真大咱迄个虚幻戏啦伊贡献的所在，咱要讲等下讲咱只要先讲的就讲不过伊统治台湾的时阵，确实伊是以殖民者的角度来统治所以当然伊对台湾既然是殖民，当然是较权威啊甲人欺负嘛所以。日本时代，咱台湾人其实是反抗，是反抗嘛是因为反抗这统治者，日本嘛对吧？毋才会产生台湾人的集体意识。这个时阵呢，台湾意识呢是一款民族意识，甲清国时代的族群意识无共款，伊是民族意识，甚至嘛是阶级的意识，啥嘛？因为日本人是较好野，是统治者的，咱呢是。较基层的对吧？较下阶层的所以这两个甲所谓的阶级就是甲经济有关系啦，甲政治有关系啦，政经地位啦，迄叫做阶级嘛这嘛是讲的阶级迄个时代的台湾人会反抗迄个日本人，其实有伊家己认为伊是台湾人，伊毋是日本人这是民族意识，抑佫有可能是阶级意识日本过落去就是中正以后嘛中正以后迄时阵的台湾意识其实是嘛共款反抗，拢是反抗。你看我红字的所在，拢是反抗统治者。不过这个时阵的台湾意识其实是一个人讲的省级意识啦，因为伊的对应的，咱台湾人对应的就是外省人这个词伫咱这个会声的人抑佫讲，即马较少人讲外省人无毋对，但是咱这个会声的人拢听过嘛咱就迄个年代台湾意识有无？有，但是大概就是省级的意识过来1987年是一个嘛是真特殊的年，就是改严啦对吧改严改革啦改严改革以后，当然咱就是较民主化政治嘛渐渐较民主化，渐渐较好啦但是伊对内是较无问题，但是对外有另外一个敌人嘛对无真会甲咱迄个打压嘛所以这个时阵的台湾意识伊变做咱反抗中国的政治意识，对吧？其实是反抗中国这个政权啦，还是讲中共这个政权啦，对吧？安尼你也看起来因有一个共同的，大概拢是有反抗才会成做一个意识。那你搁甲想看觅，等者咱有可能就要讨论本土语言意识、反抗的精神，共款伫内底。安尼了解对，所以你要对台湾意识开始了解啦咱小可用真紧的速度看一下清国时代的意识其实是一款族群意识我有用真侪文献大家证明大家看啦这个文献拢是你看迄乾隆时间地讲册写，伊也毋是知影讲100年后、200年后有人要研究的物件嘛伊时阵的记录的时阵是真正记录，迄个时阵你看到清国时代你也看伊讲全台湾大概也是安怎蒋全的，伊遐的老百姓差不多占迄个10成内面的6、7成，对讲的广东迄个广迄广东迄个公民广东这个遐民众差不多3、4成，对这个广东这个广的其实就是讲的是客人啦，是客人啦就客人这个族群啦差不多超过3成至4成分布咧倒位伊才讲迄个有淡水凤山等等这猪就是猪肉啦姜的姜化啦两亿拢是河洛的这民就是河洛的嘛对吧过来你也看那以内外来分啦较外海的差不多拢是江泉，较外山的差不多是广东的，其实就是客庄，对吧你也看这后壁佫有广东人其实真歹焦汉腾瑞因的武器真好所以河洛人看到会惊。所以你也看，迄个年代看到的这两个族群是无斗阵的，无斗阵的，那所在无斗阵，带无共款其实是互相会相拍。这就是人咧讲的民客械斗啦，对，形容这互恁看者讲迄个时阵有意识无？有，但是迄个意识是族群意识，是地方的意识，是你甲我拢是河洛的，伊是迄个客家的，咱无共款，迄款的族群意识，好。不过这个族群意识趣味的是，你即马知影有族群意识，你甲看后一个
这个族群意识啊，就是族群的认同嘛。用什么来做认同？拄则看到，敢若用所在认同嘛，吼。江泉迄福建啊，广东迄个广明迄个广东嘛，迄就是迄个广东省啊，吼。所以是用地域来分嘛，省级来分啊，其实毋是哦。从这看，吼，南定园，吼，呀，这个注意几时阵过来迄个吼。你也看吼，伊甲你讲吼，你看。伊语就是咧甲你教示啊，教示闽粤啦吼，或教示福建甲广东遮诶人，其实就是教示河洛人甲客人吼。我即摆甲你约束啥物？以后诶吼，以进前诶代志吼，拢准拄好啊，尽付事流吼，一概勿论，啥物物件拢莫阁讲啊吼。以后毋通阁分你甲我，毋通阁互相伫遐报冤仇吼。江泉海丰三洋，海丰，咱即摆若听到海丰、陆丰，拢讲啊，你就是海陆客。台湾拢安尼想哦，海陆客家话嘛吼，四线客家话嘛吼，海丰、陆丰，其实你即摆去到中国吼，海丰、陆丰，你真正去到因县城讲的话，你会惊到，甲台湾话拢共款，你拢听有吼。当然有腔口无毋对啦，有挂一个腔啦吼，伊挂一个腔，但是实际上伊加一个腔尔啦吼。但是海丰吼，伊是讲河洛话，伊甲台湾话真像。哦，陆丰也是，所以啊看，迄个时阵哦，你看台湾的地名，你详细看台湾地名，台湾的地名有足侪海丰轮、海丰，迄其实就是你的祖先对遮来啊，吼。因为我进前差不多拢做海陆丰，吼，所以我对这个所在真清楚，吼。所以江泉你早就知啊，海丰伫倒位？海丰伫咧惠州咧广东，伊咧广东哦，这毋是咧福建哦，毋是咧福建哦，是咧广东的河洛话，哎呀吼，个三洋遮一定是看到知影讲海洋、朝阳、这样这一个看到知影甲潮州有关系嘛吼，潮州话啊吼，潮州话嘛是甲河洛话较像诶吼，所以啊看吼，江泉海丰三洋，用咱即摆诶讲法叫做闽南语啦，对吼，这算一定哦，但是你啊看，这两个是住福建，海丰甲三洋伊是住伫迄个广东吼，这两个吼，这四个啦吼，分做两组，但是分做两组是地区分两组，但是族群算一组。你看吼，因若经过客庄，也是讲客庄经过因的庄头咧吼。即个人拿顶员咧甲教示讲吼，迄个恁应该爱好好，大家较好坐咧吼，共敦心好吼。恁的言语虽然有无共款，但是咱爱互相爱相让，对吧吼？所以你也看，即甲恁讲哦，有族群意识，但是族群意识用啥物做标准？语言做标准。海丰、三洋伊根本无咧福建，但是因其实。算一组，因为因的话会通，因的话会通，这就是潮州话啦，这拢是潮州话啦。台湾有地名咧，迄个屏东也阁有一个地名叫做潮州，潮州人其实台湾古早一定有，但是即马潮州来消灭较紧，就是讲即马的台湾拢听袂到潮州话是安怎？因为潮州话甲河洛话较像，所以伊真紧就去用食去啊。哎呀吼，所以古早。来台湾的时阵，有遮侪人，我想要甲恁提醒的，就是讲清国时代的族群意识。因有族群认同，这阵人甲这阵人无共款，吼，河洛归河洛，客人归客人，但是河洛的内底咧，因用语言来认同，客人嘛是用语言来认同。来看卖后一个，你咧看吼，这拢是清朝的文献咯，吼，共款用语言来认同，你来看吼，你来看遐个红山的南部嘛，吼，遐下淡水嘛，吼，对吧？迄讲江泉汀条，吼，迄个潮州啊，吼，汀州、泉州、漳州，吼，这四府。这四个人，你也看哦，你看清楚哦，吼，潮州的遮，拄则甲你讲的遮吼，那甲江泉的人吼，语言共款，生气相通，对吼。毋过啦，正平、平原、城乡遮咧，这就是恁咧讲的四县吼，因甲汀州，迄就是闽西，吼，对，遮的迄个客人，吼，客人伊无甲漳州人共款，所以因就无大做伙，无同伙相杂，有看到无？所以啊，族群的认同其实用语言。用语言吼，咱即马若要流失语言，比如讲吼我可比讲即马我若无用台湾话讲吼，我用华语讲，其实恁听有哦，恁听有吼，我确实是知影恁听有，但是我若放弃我的语言，其实就是放弃我的族群，安尼有吼，所以自清国时代就安尼啦吼，好，过落去日本时代的时阵，日本时代的台湾意识是做安怎吼？日本时代当然是恁清楚皇民化嘛吼，所以伊想要用语言来甲咱同化，对。毋过迄个时阵的台湾人咧，上无先开始初期的时阵吼，是抵抗日本人诶，吼，所以迄时阵有真侪汉文的册榜，也是诗社吼，伊要抵抗日本话即款语言同化政策，吼，所以咱用即款
传统的汉文去对抗因讲日语的学校这时阵毋知你试下啦这古早叫做汉俄还是讲暗俄因为拢差不多。迄个暗头就是咱做事做煞才去读册的像阮老爸都捌读过这个汉俄暗俄这毋是正式的，这是其实用即摆话叫私塾啦，对这毋过因教的是教汉文，所以阮老爸嘛是读过汉文的，对这时下即款物件拢总跟表示讲伊无要读日语，伊无要读日语这是一种抵抗也就是讲伊伫文化上无认同，政治上佫较免讲。伊去用统治并无代表伊是日本人对但是伊的文化认同用啥物甲日语对抗？用语言，因为因拢讲汉文。迄个时阵的汉文你爱记哩，迄个时阵的汉文毋是北京语，迄个时阵的汉文其实较活咱的文言音的，对所以咱台湾话你若讲任何一篇华文的报纸摕来，咱拢我都随读咧日本时代都安尼迄叫做放空主笔。所以毋是无法度讲，有法度讲我讲所有的华文，只要是汉字写，拢有法度用台湾话写，用台湾话讲啦听有听无，迄是你的水准的问题。古早的迄个读册人其实拢有法度，拢有法度所以因其实用语言去对抗这款就是文化认同这是你看我对清国开始讲，拢咧讲甲语言有关系。虽然讲因的定义无啥共款，但是讲甲语言有关系当然。咱来看这个人这是客家的作家吴独游伊讲的这个话真趣味伊讲你看伊时阵其实日本时代的人嘛伊其实是心是爱中国的，不过伊爱这个中国是啥款中国？你看伊足清楚伊安尼写，伊讲台湾人的祖国爱爱的毋是清朝，因为清朝是满洲人的国，毋是汉人的国。等等当然是甲午战争了，伊就台湾挂互日本嘛但是伊望安怎？因望这个汉有一天会转来，对你当然无赞同，无要紧但是我即摆来讲有我过一本册伊当时安尼写的时阵，伊就是咧描写心情，因为迄个时阵伊还未看到国民党政府生做安怎，所以感觉我即摆咧想的我爱的是中国，不过迄个中国是虚的，是文化认同，毋是政治认同，安尼有意思好。但是即马甲咱上有关系，其实就是即马要讲的咁嘛是咧发生咧日本时代我要讲的就是台湾文化协会伊甲咱的迄个台湾本土语言的艺术真有关系伊伫1921年这样讲是咱台湾文化启蒙的开端啦也是一个真正台湾进步的年代。古早遐读遐汉文这物件虽讲讲你保持你毋是甲日本人读共款的册，但是事实上恁读的也是古早的物件要进入现代化的社会，要进入真正的现代化的民主社会，其实是爱到文化协会以后才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间真拄好，就是1921年大正10年大正10年大正这个年代其实是一个真特殊的年代，但是讲互恁听因伫日本就足特殊的，所以来到台湾同款特殊。台湾人其实互日本人影响足大的，就算讲你咧甲伊对抗的时阵嘛，互伊影响足大的文化协会伫台北成立的啦不过伊甲咱台中其实拢有关系想要甲恁讲的其实是讲文化协会伊当初目的是啥物？这拢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用即摆咱讲的就是文青啦文化知识精英这因为着要文化的启蒙到民族的运动当然嘛是因开始化的古早要控制当然就是武装嘛对，但是当然用文化来控制伊其实就是台湾人知影家己是台湾人的开始好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台正有啥物特殊的，这就是叫做大正浪漫台正浪漫台正伫咧日本的时阵就是一个台正足短无几当14当尔对吧但是因为迄个时阵因为因迄个明治的时阵甲中国拍日清战争也赢甲罗西亚拍日露战争也拢赢对，所以这个时阵信心满满嘛当然嘛是。吸收这西方的物件，所以民主主义女性尤其是女性这个女性跟咱有关系足大的等下小可讲者对吧？就是性别意识的吹杀，其实跟咱的本土语言意识的吹杀共款逻辑所以这拢是对日本时代来对吧？咱即马迄个无咧白卡台湾社会无咧白卡，但是我囡仔时代还佫捌看到对吧？古早咱台湾社会有咧白卡啥物人甲咱偷的？绝对毋是中国人偷的是日本人其实就是经过这个年代大正年间伊由于接受西方的思想所以才会迄个进步的风气拢传入去
日本，包含遮个艺术啊、文化服装啊，甚至食物，恁即马拢食迄个日式炸猪排，对吼？迄日式炸猪排就是大正时间、大正浪漫的时阵才造出来，吼，对吧？这时阵啊。追求的就是个人的解放啊，吼，新时代的理念，吼，所以毋才叫做大正浪漫。大正浪漫，你若毋知影吼，看即出漫画啦，即出漫画吼，前一阵仔足红的嘛，吼，对吧？啊，诸位老师，你应该知影，我都拢有搭相共做人个，反正即个就是咱将来要做物件，我无得讲，吼，这就是你也看。你有看到因穿啥物服装无？吼，这就是迄个年代啦。迄个年代爱穿和服，爱穿西服，吼，迄个时代就是好洋。融合的迄个大正年代，大正年代发生伫因的迄个时阵叫做内地啦，吼内地，吼，因迄个时阵是安尼，但是来到台湾相像，伊迄个风气共咱拖来到台湾，所以咱迄个时阵倒来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就是因为拄着大正浪漫，吼，遮个西方意识入来，吼，所以咱的水准就共款的提高，所以遮个台湾的社会运动家，也就是遮个文化协会的头人。大家应该拢真熟悉嘛吼，林献堂吼、三少爷对吧吼，啊蒋渭水吼、蔡培慧吼，迄个日本时代吼，红掠去吼，迄个掠上第摆吼，这个应该是头名啦吼，蒋渭水，第二名可能就是蔡培慧，哦，所以人讲哦北蒋南蔡吼，对吧吼，啊。迄个第三名可能才林献堂啦，吼啊，蔡信吼，我拄则一直咧甲你讲女性主义吼，毋知你话，毋知你诸位老师捌蔡信嘛吼？蔡信是咱全台湾第一个查某医生，吼，毋是中医哦，西医，吼，伊是头一个去东京迄个读医科转来，吼，伊伫台北嘛做过医生，毋过因为迄时阵。迄间无好啦，吼，就是空气较无好，伊就搬来台中，所以对台中影响真大。伊啥物科？妇产科，所以台中真侪人，凡是咱的前辈先进哦，那么凡是拢是伊，也是伊的学生，吼，接生，吼啊，迄个就是拢伊捡的啦，吼，拢伊捡囡仔，吼，啊，伊时阵教真侪台湾人捡囡仔，吼，就是蔡信，吼，所以用西方的医学，伊是迄个台湾第一个查某医生，伊嘛是文化协会的人。你看文化协会遮个拢是查甫的，毋过同款会互查某的加入。当然林献堂家己因某吼杨水心嘛真优秀啊，吼，对吧？因某迄个杨水心吼，医生会啊，佮加上迄个伊家己写的日记，吼，杨水心有日记，吼，对吧？伊的日记用咱的白话字写的，吼。好，我想要讲遮济，要甲大家讲啥？迄个年代无北京语，也是讲迄个年代北京语其实是较少人会晓的。迄个年代遮个头人，若要推展因文化协会的精神，要讲的语言是啥物语言？你用家己去思考看卖，吼。所以你看文化协会伊爱做真，就是要做文化运动嘛，吼。在文化运动，因透过啥物？比如讲因的民报、台湾民报，吼，也是讲办演讲会、电影会，吼，戏剧，遮拢有，遮有这道，吼，伊无就要宣扬咱的民族意识啦，吼，自由民主遮个思想，吼，啊，要传播遮自由遮个思想，吼，伊其实吼对全台湾影响上大的，就是面顶一个演讲。对，而且上重视的台湾人，迄时阵上重视的嘛是演讲。迄年代世界去宣讲，用的是啥物语言？你用过想看卖？哦，你用过想看卖吼？对，所以我讲这阵文化精英吼，100年前做的代志，可能咱拄好100年后，咱等下就是要接续落去，要做家己共款的代志，吼。好啊，这就是文化协会做的演讲团，吼，这是当时的相片，有看到无？演讲会、演讲团，对吧？吼，你也看演讲团5间部吼，对吧？你看，伊一年吼办超过300场，一年嘛才365天，伊一年来300场，对吧？吼啊，伊用讲吼，甲社会运动吼变做大众化，互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听到，吼，对吧？啊，办300场，啊一场拢2个人，还是像一场拢像咱安尼100几个人，你用看卖啊，吼，来看较清楚，吼。等下看到，等下有一张表格吼。这个当然啦，因为因咧宣讲，总督府无欢喜嘛吼，会甲伊掠啦，吼，会甲伊掠吼，警察会来掠吼，巡查会来掠吼，所以我有去用金纸啦，吼，你看有157摆去用金纸吼，还是你也看这张图，这张统计表，你也看吼，我协会办的活动吼，一年超过300场吼，遐个人数来听的人数吼，迄个年代超11万人。这有统计吼，超11万人吼。我想这个讲清楚讲吼，迄个年代台湾嘛无偌济人啊吼，真正捌文化精英也佫较少吼。但是因文化精英甘愿落去各庄头吼，落去各所在。先开始是伫主持，但是落尾就拢去庄脚吼。先开始伫主持吼，对啊。用因的口才吼，用因要甲老百姓讲吼，恁
台湾精神，台湾人的精神爱提出来吼，对，这就是因迄时阵讲的民族精神吼，对啊，我想要甲大家讲的，就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意识，这就是日本时代台湾意识，是因为这群人吼台湾人正做台湾人，吼，无清国时代的台湾人无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啦，对吼，所以咱都感觉是台湾人，其实是伫这个时代以后，咱才渐渐有台湾人的意识，吼，对吧？啊，当然有台湾人意识了，咱就是后一个问题嘛，吼，咱台湾的本土语言意识爱安怎建立？吼，咱安怎思考台湾的本土语言意识？拄则我有讲到咱宣讲有宣讲遮侪摆，但是用的语言是啥物？对吧？吼，你要去思考一下，吼，用的语言是啥物？吼，对吧？台湾是一个分析的社会啦，吼什么意思？就是讲吼，拢来遮种做移民的社会啦，吼，所以原住民这是较无问题。除了原住民以外，吼河洛啦，吼客家啦，吼是讲落尾迄个遮个外省的人，吼，是讲什遮新住民用嫁娶过来，吼，无论怎怎，这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吼，也就是讲吼，如果你若身体去思考咧，台湾。自古以来，拢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也是多语的社会。台湾一直是一个多语的社会。当然，咱即摆政府讲2控3控双语国家啦，吼。但是你用过思考一下，台湾自古以来拢是多语的社会，到今仔日也是多语的社会。吼，双语国家这个政策应该安怎检讨？咱用过思考，吼。好，来这个多语的社会啦，咱台湾都较明显就这4大族群嘛，吼，有讲华语的，吼迄个客话、台语的、甲原住民语的吼，当然，只有无共款的名称啦吼。有的人甲当还佫坚持讲，我讲的语言是国语，我紧咱用检讨，等下就甲大家检讨。但是你先知影讲吼，这个名言吼，中国叫普通话嘛吼，对客语共款有无共款的名吼？咱讲咱要叫台语、台湾话，像阮老爸拢讲台湾话呢吼。阮老爸当然讲台语，但大多数伊讲，我讲你讲这个名词的时阵，阮老爸定定讲拢讲台湾话、台湾话吼，对吼迄个大台湾遮久也不要讲台湾话，伊拢讲台湾话的吼。你看台湾话、台语拢是共同的吼，但是尾也有人敢讲，咱来叫做闽南语，吼上假就是讲无过互你加2字台湾，叫台湾闽南语，吼。这后壁伊有伊家己的精神啦，对吼。看起来名义相同，但是实际上伊背后有家己的精神啦，吼。这是在地造出来，吼。咱拄则已经甲大家提醒一个，就是吼，其实对日本时代先一开始是为了抗衡，要抵抗日本人无毋对，但是伊抵抗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敢掠嘛，吼，对吧？我敢若要讲互大家听，敢若演讲尔，无做歹代志啊，伊就要甲掠，对吧？其实是抵抗无毋对，但是这个精神，互台湾人感觉讲吼，家己是台湾人，吼，这个台湾人感觉讲吼，我讲的话是有价值的，因为我甲你无共款，对吼，所以最后咱会生出台语，会生出台湾的，迄就是在地化。对吧？无古早你甲相信哦，你唔相信，你去中国看，中国当然因为是即马受教育，所以因原来讲吼，我讲的是闽南语，但是迄是因为受教育。你若去看老人看，因嘛袂去讲闽南语。带漳州的讲伊讲的是漳州话，带泉州的讲伊是泉州话，带岭南讲伊岭南话，对吧？看漳浦的讲伊是漳浦话，安尼意思嘛吼？看厦门讲伊是厦门话。将来伫中国都无一个词叫做闽南语。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术啦，对吼。当然，即马你都甲伊用的了，都变做毁袂了啦，吼，毁袂了。但是我先这物件每一个我拢用讲足久，但是咱无遐尼济时间通讲，咱即马先互恁了解，这就是台湾的语言社群吼。咱要安怎看待这个语言？吼，台湾莫经过，咱拄则你拢讲国语嘛，吼，国语啊。但是咱有经过2届国语运动，第一届国语运动大家拢知啊，你甲看红色的所在就好啊，吼。因为洪明华运动了，吼，就是这国语是日语啦，吼，迄是日本国的时阵，吼，初期还佫要互咱教2种语言，就是讲学校要互咱教汉文，尾也都无爱，吼，尾也都无爱，吼。尤其是迄个中日战争以后，吼，伊就开始佫较严嘛，吼。就是中日战争，就是迄个。台湾咧教的8年抗战啦，毋过咱其实用甲叫中日战争啦，迄真正是中国甲日本咧相拍吼，中日战争吼，对吧？吼迄个伊当然就是都取消啊，吼，无爱互咱有汉文的报纸吼，无爱互咱有汉文课吼。你要看伊迄个压制你的语言，其实就是要压制你的族群，对吧？是不是吼？互你莫变台湾人，互你就是日本人，所以这叫做皇民嘛。对吧？你拢是天皇的子民啦，互你变做日本人，咱日本时代的皇民化以后，咱的日语讲了好也无好，像阮阿公、阮阿嬷拢会晓讲日语，因袂晓华语，因真袂晓啦，吐1-2句也无晓讲会晓啦，伊其实袂晓讲几句的，但是因拢会晓讲日语，阮阿公阿嬷拢会晓讲日语，毋过你也上这来看，伊讲的讲日语，就是因为国小有读日语，还读日本册啦，对吧？你也看迄个时代的统计，
这是真正日本时代统计吼，相关啦，你来看这相关的吼，嘛才35%，但是你甲想看卖啊，平平统治50档，嘛才35%的台湾人有法度甲日语讲较真煞拍，对无？但是平平统治50档，第2摆以后吼，咱的华语能力变安怎？对，所以日本人较歹，还是中国人较歹，你用个检讨一下吼，对，就大概是安尼吼。所以这张是真清楚的图吼，看起来你看是相关嘛才35%尔，吼啊，这是有影无影就有影咧，这是日本人的调查吼。这黄色的这个饼，迄就是汉语啊，然后内地化，因迄时阵的内地就是日本话嘛，对吼，日本话遮慢的尔，无偌济吼。啊，这是常用语，啊，若无介常用的才有较济，无介常用就是文化用语嘛。咱即摆真侪物件，你学日本人讲法，是讲哲学、讲哲学、经济、社会，你也要讲，迄其实甲日本人学的呢，无你想讲，台湾人会晓讲哦，无啦，包括华语嘛，拢甲日本人学，迄拢甲日本人教的，对，迄就是迄较好用，啊，若常用就是常利用的啦，吼，是常用。咱即摆有一寡是常利用的嘛，是有去甲日本人教啊，吼，啊，看你的时间，看你的图合安怎，吼，咱再过来讲，对，图合就是时间啊、条件等等嘛，吼，对，这个拢是迄个生活用语，吼，所以你看迄个时代的日本话其实占无偌济，对，大多数真正拢讲汉语，所以无好笑啊，即张统计有影是真的，吼，有影是真的，日本人统计吼，我来看1905年，吼，1895、1895，台湾才归日本管的，吼，10年后的统计，你看规个青色的就是河洛啦。粉红色的这其实看得出来，这个桃竹苗吼，就是客人嘛，南部嘛有嘛吼，所以你看这色水嘛看会清楚。迄个年代其实甲即马差不多，差不多吼。这地图看起来吼，就是讲客人也是伫客人的所在，河洛也是去河洛的所在吼，差不多啦，差不多。啊，当然这是番嘛吼，黄色的才有食番，才有食番。当然咱的食番就是皮肤组已经差不多会晓讲无去啊，无去啊，好。啊，你来看，这是2010客委会做的，吼。色话无共款，但是概念共款。你来看，水色的，若是讲水色的，共款伫咧遮，对吧？啊，敢若差迄个东部调查，日本时代无调查，因为日本时代遮日本人无啥敢去，有番啦，啊，遮是迄个客家的，啊，遮是河洛的，其实差不多，真讲这是较精密的，讲婚姻遮有一寡在迄个教员客伊知影，即马知影啦，毋过古早毋知，古早毋知，好，大概是安尼。这第2摆的国语运动，这就是华语，华语，啊，这就是说国语运动嘛，对吧？啊，伊对于你会记得咱拄则咧讲什么？所有的台湾意识拢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反抗，对吧？是不是？所以咱去用压迫讲华语了，会反抗无？你会用个思考看，有人有反抗啦，当然有人无反抗，毋过咱思考看，你先检讨讲国语是安怎甲咱吞打，对吧？咱国民党政府讲国语的运动，对吧？伊有迄个真清楚哦，出来的时阵拄来的时阵真清楚，伊是讲无严格啦。伊时阵做法甲日本人共款，但是伊真紧一年尔，1945嘛，1946伊一年尔马上就迄个开始做无共款的政策啊，啊，恁即摆拢讲挂98这其实伫咧遮啦。在1966年以后开始后来就禁止讲啊，讲方言就是讲在地话啦咱遮在地诶，不管你多一个民客员拢是对吧啊，加强国语的活动对吧啥拢爱甲你发，你也看。国语的书生拢爱遵守使用国语，然后违反的都爱甲你处罚，爱甲你处罚，你会记得爱甲你处罚，应该法定的爱甲你处罚。咱即马嘛有一个甲语言相关的法，迄个法叫做国家语言法典法。你搁想看觅，咱的国家语言法典法有处罚任何一个物件哇？假使若无，安尼你就知国家语言法典法，就算无遵守嘛无要紧对吧？你用想看觅，来，那我讲这拢是我有话无爱讲伤济但是互你思考啦，你思考再来，你来看这是这不太像中正的，这是迄个蒋家的，对吧？老蒋的对吧？你看，以前写注音台语，这时阵也有台语这时阵连台语这2字也阁有这是什么时阵？民国47年的时阵。对吧？当然尾仔的政策都无共款啦嘛我是用这个图恁了解一下这个看就是拄则讲的交牌啊，交牌啊对吧？不能够说话有影也无影，看报纸对吧？这报纸无影是假嘛，对吧报纸就讲胸前来挂纸牌，对吧？是不是报纸哪会知影100年后人会甲摕报纸来练，对吧所以这是写迄个时阵真真正正有发生的代志对吧？过来伊要推上说国语。有无说国语的重要？连演讲的题目用都用华语啊，都用华语啊咧讲。伊演讲地方嘛，讲爱讲华语说国语，对用国语文竞赛，咱即马真厉害啦，甲加一字尔就改变啦。较早像我囡仔时代嘛，拢讲国语文竞赛，毋过咱即马加一字全对无？
这样叫做全国语文竞赛吼，安尼敢若都无问题啊，对吧？吼，对吧？古早无迄字全字，拢叫做国语文吼，其实就真正的国语吼。1946年的相片，吼，来你看吼，台北市长郭玉秋对吧？发音正确，有看到无吼？对吧？老人的国语演讲比赛。哦，遮拢甲恁前人讲哦，迄个年代拢要推行国语啊，推行国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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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教育局长，哦，好。啊，当然，你的原住民话嘛用讲啊，我不说山地话，对吧？哈，对吧？好，这就是1956年的全民拢爱讲华语的运动，哈，对吧？哈，伊毋是干那欺负一般人啊，连传教士的圣经嘛袂使哩，哈，传教士嘛袂当用方言传教，袂当用罗马字的圣经，是安怎？因为你用罗马字写我看无。所以拢袂使哩，吼，对吧？这就是高压统治的年代啦，吼，对吧？啊，过来。迄个规定咱的迄个节目袂当吼，啊伊拢真无啦，这是报纸家，其实看起来是报纸家对吧？照一个人对吧？吼，伊真讲无啦，啊有啊无，反正这报纸写就清楚诶，吼，像电台节目吼，拢讲迄个袂当用咱的方言，吼，方言就是好，当然有对抗无，我拄啊一直甲恁讲吼，迄个本土意识，甲咱即卖本土语言意识，拢是精神有一个共通诶，都是对抗诶精神，吼，你来看。这就是客家，吼，1988年的反我客家话运动，还是讲反我母语运动，吼，反我客家话运动，吼，这是1988年，对吧？伫台北，吼，啊，伊目的要创啥？就是要对付一个，对吼，所有的电台节目拢袂当用咱的台湾话，所以我会记得囡仔时代，我捌看过杨丽花用华语哦，而且 YouTube 也有，我只是即届无甲你看出，我真正拢有收吼，啊个报地去，吼，报地嘛拢用华语讲，吼，好，啊你来看吼。客人伊要求讲哦，客家话应该用伫公共媒体使用，对吧？有遮迄个头人吼，遮头人吼，因抗议就是即个广播电视法吼，要求电视台会当爱做迄个客家节目吼。当然咱即马有客家台啊，无问题啊，即马当然无问题啊。但是当初伊要求的是啥？要求的其实就是尊严，要求的就是平等，要求的就是听我原地阮老母教我的话。哎呀吼，这是客人的反抗。吼，反抗吼，所以啊，你也看张良者吼，这政治站的迄个张教授啦吼，张教授伊嘛那去互因后期的代志吼，所以互咱无讲起，但是咱要讲伊家己写的45岁的自述伊安尼讲吼，伊讲吼，迄时阵伊读倒位咧，读台南师范学校吼，对吧？伊讲后来老师吼，教官拢不准学生自称台湾人，要说闽南人。对吧？骂学生的时候就说你们台湾人，吼，对吧？这时阵吼，就是唔能否定你的语言呐，甚至否定你这个人。你叫台湾人嘛袂当叫，你还叫闽南人，你听我的表达无？吼，伊唔是干那否定语言呀，伊还佫否定你的存在，吼，对，迄这是当初啊，咱拄着的精神，吼，对，所以啊，语言无平等。对吼，真正无平等啊！2013年吼，中央研究院做一个调查，叫台湾社会的调查吼。啊，伊调查这两个物件，伊问两个问题啦吼。因为这是社会变迁吼，拢会调查，10年间会调查一摆吼。对啊，毋过伊先问啥？伊讲吼，你的母语是多一种？啊，过来你处理上接讲的是啥物款的话？对吼，这其实两个话看起来共款吼，毋过你看话这目的问的无共款。第一个讲问你母语啥物是咧讲语言认同；第二个讲吼，你上接讲的是啥物话是咧讲你语言使用，对吼？你有可能认同啊？比如讲，我认同客话，对吼，但是我袂晓讲客话，有无？有啊，即马有啊，即有即款人共款啊。我嘛认同我是台湾人，但是袂晓讲台湾话，有即款人无哪有啊？吼，所以语言认同甲语言使用是两件代志，是两件代志，所以因就做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安尼，因伫处理你看20年代差不多个20年代出世的人，差不多要有80%咧处理，还佫用讲台语，但是你看后壁遮80年代出世的，剩39%尔。条剩39%尔，对吧？你详细一看，这叫做滑坡，对吧？头前个无问题哦，愈来愈少，当然过落去一直愈来愈少哈。所以咱有迄个危机无？我相信绝对有危机啦，好，你来看过来你来看你问伊咧调查时问啦咱应该伫咧处理甲囡仔伊的母语无？95%拢同意，这是啥物意思？这叫做政治正确。你问这个问题问人拢会讲，应该啊，这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跟实际做两件代志，对吧？什么叫做政治正确？讲咱走路是不是要靠右边？对，迄叫做政治正确。你用回答讲对，应该，但是真正咧行的时阵，你靠右边无？看款。安尼意思这就是真正。后来你来看你看第2条就趣味学校老师会当用台语教课无？
有95%的人吼，拢政治正确，知影讲安尼回答这是正确的，对，因为也是伊的语言权啊，对吼，你会当教你的母语，毋过72%的人吼，讲好好会当教尔，意思就是讲吼，学校内面教育体制要教母语，剩是72%尔。好，过来，最后一个，搁较近啊！这是咧学校尔，搁较近。你毋望你家己的囝伫咧厝里，甲你讲啥物款话，用啥物款话甲你讲话，好，你来看调查结果是安尼。啊，来，才有华语、国语、闽南语。你看，咱先看河洛这闽南语啦，吼。差不多1920年出世遐个人，抑搁有法度安尼，78%。搁落去，一直去，吼，就剩19%尔。啊，意思讲咧厝里内面，你望你的囝儿是谁甲你讲啥物话啦？啊，毋是剩19%意思啊，81%拢要讲华语啊。哪是个就是华语，华语越来越侪。啊，客话咧，你详细看客话哦，粉红色的客话，客话剩1%，客话剩2%，也就是讲客人伫咧厝里差不多拢投降啊，拢投降。其实原住民嘛投降啊，好。过来，甲阶级有分无？有哦，这2016迄个中山大学做诶吼。咱台湾话啥抑个有法度讲，就是讲有诶人也愿意讲啦。毋过伊甲职业有关系。啥物款你详细看清楚哦吼，看清楚哦吼。自古则意思啥？家己做头家啦，自古啊，家己请家己啦，家己做头家，家己做头家吼，像咱伊爱做生意啊，所以做生意伊也个会讲台湾话，也个讲台语。但是你看资本家咧，郭台铭这就叫做资本家啦，资本家咧剩13%，中产阶迄个阶级咧。中产阶级的，你也看14%，对吼啊，这比这较迄个小故事，就是讲，抑个请一两个人啦吼，即款呢就是超24%。啊，这那技术工人吼，就是遐工人抑个会讲，较会讲台语哦，但是毋是技术的遮个咧，就是文职的遮个咧，因拢讲华语去啊。所以你看，咧讲台语，咧处理讲台语的剩23%。吼，即拢甲咱提醒讲吼，台语是愈来愈衰微啦吼。客话其实嘛是差不多，只是客家，咱就莫搁详细看吼。但是其实咱等下看总结就好啊吼。这拢是原住民嘛最强吼，看总结就好啊吼。其实拢是降落来啦。你看族语看这就好啊，拢是降落来吼。好，所以咱讲吼，咱的语言确实有危机啦吼。迄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有5种的等级，这5种的等级内面吼，伊其实有一个精神，毋是讲吼，你的人有偌济会晓讲。你就算讲全台湾人到大拢总会晓讲台湾话，但是无要教嘛是等于无意思，哈，啥物意思？因为伊意思讲爱传承啦，吼，你若无传承，啥物样？你看囡仔伫咧厝里无要搁学即款语言，安尼你就危险啊，对吧？啊就敢若阿公迄个年代咧讲即款话，吼，啊爸母听有毋过无讲啊，才个即种诶，对吼？啊极度边缘就是。阿公阿嬷嘛，敢若讲一句话尔，无定来讲啊，这就差不多要去啊，对吧？拢去啊，就是这种诶吼，对，这都是挑去啊，吼，都无人会晓讲啊，吼，这就是灭绝，对吧？吼，那啥物事无安全，囡仔会晓讲，毋过啥物时阵咧讲，这就是差不多国民党政府拄咧通知咱迄时阵啦，吼，囡仔会晓讲，咧啥物时阵讲，特定诶场域咧处理讲，毋过咧公领域袂晓讲，你看，还我客家运动爱是啥物？咱会晓伫公开诶领域用咱家己诶话。即马当然无问题，古早无法度啊，所以毋才会争取，无因无代志时，大家怕伊要行出来争取要创啥，对吧？所以就是你若干那你的话，干那用伫咧厝里讲，所以有一寡人讲吼，母语当然毋伫咧厝里讲啊，母语当然爱伫厝里讲，但是母语伊的语言观嘛用伫咧其他的领域讲啊，对吧？是毋是吼？讲母语伫厝里教就好啊，母语伫厝里教就好啊。即马你拄仔看到这张表，所有的迄个家庭内面拢总无讲母语啊，安尼你是要安伫咧厝里讲？所以有这个统统的参选员你就知影讲，就是安尼吼。你讲母语无必要伫遐讲吼，伫学校内面免教即款物件吼，迄其实是无用讲的啦吼。你看，这无安全的哦。处理就算讲你伫咧处理有讲，迄表示啥？表示敢若用伫私领域讲，公领域袂当讲，这个时阵就已经无安全啦。无安全吼。所以也看吼，原住民就是安尼啦吼，原住民嘛是共款吼，上歹的才是少主啦吼。上好会赛德克，大概是安尼吼，毋过拢超即几级啦吼，所以台湾咧即几代来吼，其实愈来愈衰微啦，愈来愈衰微吼，所以咱拄要讲一个正确就是遮吼，你要看清楚吼，这就是正式个就是讲河洛的嘛吼，这若是个原住民，咩，不是华语吼，这是迄个客话吼，这个是迄个可能是华语河洛两种拢讲的迄款来吼，因讲伊两种拢会晓双语人安尼甲就统计出来。好，你甲看迄个趋势就好啊，草仔色个这愈来愈少。水色的愈来愈侪，看出来无？安尼就看得了啊！对吼，伫咧厝里定来讲诶，我即马讲诶是私领域啊，连我讲家里意思讲，连私领域都已经愈来愈少，华语愈来愈侪，
对吧？这是拢真正调查啦这张图是洪老师用2010迄个内政部的资料迄个是2017年，伊甲我做计划文化部有一个叫做台湾全国语言基础资料的调查，迄时阵是我做啦我有甲洪老师合作伊伫咧阮咧合作做迄个计划时阵画即张图出来即张图你详细来看，伊叫啥？台湾家庭华语的普及，水色的就是华语，你看规个是毋是拢叫水色的引起啊？原住民免讲，规个拢是水色，相差是干水较深，水较浅是水较深，是水较浅尔台湾话搁一个所在还搁有法度留一挂就是遮啦，南部拢伫南部啦。对吧？北部就可能到宜兰才有大无大概拢差不多拢无去无去这就是家庭用家庭，这是2010你即马是2021来，搁调查一摆这个洪水啦这做大水啦应该搁淹搁较济应该淹搁较济所以是足危险的。这是咱的第2摆的国语运动。你若甲比较第1届国语运动来看一张图，这是第1届1930年台湾人会晓讲日语的，你来看最上深的，这就是最上深的。最上深的就是看25%都咧遮，拢是原住民，但是上深嘛才25%尔对。你看，这水色上深的这个90%，这处理家庭用华语这是迄个第1摆的国语运动，昭和5年的国势调查我想要甲恁讲的就是，咱有经过2届国语运动，第1摆甲第2摆，但是说明无共款对第1摆的时阵，台湾话也是台湾话，客话也是客话，原住民话也是原住民话，并无死去。日本人虽然推行方面化，对吧？但是伊无甲这3个语言消灭。但是即马这个会消灭袂消灭，都恁来判断毋是我来判断，恁大家拢是法官恁家己要看数字，恁家己来判断好，所以来看经过台湾的共同语啦其实是台湾话啦是台湾话啦对吧日本时代虽然日语是国语毋过迄个就是渐渐失去伊的地位啦上条也是到蒋介石时阵伊独尊迄个华语消灭方言，所以台湾共同语的迄个威望都无去都无去所以你毋相信，你来看迄个古早的电影时，拢描写拢共款迄个年代台湾的共同语其实是台湾话是台湾话好，所以你来看2010年迄时阵的调查，对用共一份资料对吧？6岁以上的会晓讲华语的，一般嘛拢伫南部较济尔。无较济毋过即摆佫定调查应该无通安尼因为10年还过去好，所以这就是华语啦华语要变做咱的标准语，变做咱官方语言敢好敢好我想毋好啦所以咱应该甲华语控制毋通佫互伊变做咱的家庭语言好，所以我想用即句话做小结就是讲台湾本地就是多元的语言文化是多元的社会，多语的社会咱这是咱的共同的资产，毋好互伊消灭去最后咱来看台湾的语言政策甲迄个我拄则要讲的一个物件我先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小可看下就好因为这个莫看因为咱有目标啦，看标题就好想要语言多样化，就是甲花园难管，敢若即种花敢好，无好嘛花上来愈湿水，还是讲花草愈侪愈好，对吧好所以要安怎救这个语言有啦，迄个这本册可能大家迄个凡是拢看过语言的希望伊有。这6个物件，这6个物件到咱拢有咧做第一，提升咱的尊严，对，咱爱家己感觉讲即款话是公平的，咱若感觉家己连讲台湾话是感觉见效的，安尼啥物人要甲你救？这是尊严。过来爱有法度趁钱，爱有法度用咱的语言趁钱，对爱合法，用咱的话是有法律的，所以咱即摆是有法啦，对爱加强教育。伊已经甲咱讲啊，这是外国人甲咱提醒在教育内面爱有分量，对吧过来这个语言一定爱文字化，那永远口传的语言长期尾一定会无去过来爱用现代的电子科技，遮的拄好咱拢咧做，对拢咧做对好。所以第二军的话，咱看是咱就先莫讲毋过伊的精神咱知就好使用自己的母语为荣就是用讲咱的母语是公营的代志，迄个我拄要讲的。所以咱有国家语言发展法有自然语甲手语拢是咱的国家语言。国家语言有这几种，当然内面即摆目前包含华语啦有客语加甚至手语啦当然华语也包含伫内底这拢是国家语言国家语言
即马要甲华语看出去有较困难啦，有较困难。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即个国家语言拢是语言法内面有规范讲保定的课程，所以意思是讲，咱12年国教嘛，所以咱就爱教12年，但是爱教12档啊，12年国教哪用教无教12档真怪嘛其实较早9年一贯的时阵，咱都无教，但9年一贯咱嘛是教6档，即马12年咱嘛是教6档。好佳早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咱有增加，毋过增加的结局是这增加结局咧倒位然后咱先来看，增加结局是遮有无？国中咧，敢若教2档，2+1；高中咧，敢若教1档，1+2。遮拢共扣掉，所以实际上咱敢若教9档。好，我对了讲诶，明明甲咱讲国家语言是保定的课程，嘛甲咱讲迄个国家语言的精神是为着遮个族群语言，毋是官方语言。就虽然伊是国家语言，但是咱无要保护官方语言，意思无要保护华语，对吧？要多元的保存文化影响，就大概是即个精神，所以你来看。本法的重点，遮每一个拢是咱的重点啦。毋过咱看一项就好啊，因为注意老师是老师较济，所以我就讲重点我若教公务员，我会讲别款的你看，国家基本的教育应该各阶段拢爱有国家语言的课程，各阶段嘛。所以咱若有12年的国教，当然就是12年拢爱教，对吧？包含下骹遮的传播权就是要有电视啊，也是要有调查，要有迄个学龄进程，就是幼稚园都要有机会啊，这拢无问题啦这恁知就好所以咱你。听讲要做啊，听讲要做啊，听讲要做，所以是啊，毋是咱来看，对主要听讲好，我即摆要问大家问题，之后我就接受落去。虽然剩10分钟，咱马上结束我甲大家讲迄个国家语言的基本教育，若真正讲爱教12档，而且咱有法是安怎？恁敢用去想者是安怎会变做2+1，1+2？哪会遮尔无奈？你的无奈的点伫咧倒位？是毋是有人甲你动？好，迄个有人甲你动，你阁想后一个问题是安怎伊要甲你动？到底咱是卡着迄个啥物毛，伊要甲咱动？你有意思无你还会晓思考，咱若啥物物件拢要用冤家无法度得到答案。你还去当做你家己就是对方，对方是安怎要做一件代志？安尼你才有法度解破这个问题。所以咱爱思考是啥物人甲咱动？伊咧想啥物？伊咧思考啥物？这就是我下骹应该是讲即节课上重点，因为7点钟实在是无够啦我讲的迄个本土意识的培育宣讲，我要让所有咱即马在座所有的前辈先进拢会用正做咱本土语言的精主教师、宣讲师，也就是文协即个文化协会的精神，当时文化协会带领即个文化的精英互咱的台湾人正做台湾人。咱100年后。咱要教咱的本土语言，正做咱家己的话，是毋是需要恁？对，毋是需要我，是需要恁。所以咱需要有本土意识的宣讲。拄则咱就讲着，本土意识嘛是为着要抵抗一个人，迄个是华语，对吧？好，所以你来看目前已经规划出来，而且教育部嘛已经提出计划案来做这件代志啊！伊希望会当对家己先做起，所以只要教育部管会到的公务人员，拄仔咱讲，即抵抗的人是啥物人？是毋是公务人员？是毋是校长？是毋是主任？若是安尼，就就好解决啦。是毋是靠心会的人？若是就就好解决。你已经知影目标就伫咧遐尔，即马就是要安怎说服人。即个年代毋是用冤家相拍，爱用说服的。安尼意思咱要安怎说服人，对吧？好，所以咱就应该爱有甲迄个本土意识，甲大家开辟大家知。所以目前阮用4大类的人，第一类咧公务人员，公务人员一定爱了解本土语言意识。比如讲，我去苗栗做公务人员，结局我完全无尊重苗栗的客话，安尼敢合理？对吧？因苗栗在地是讲客话，当然苗栗真嘛有讲好多啦。我即摆讲大多数是讲客话的时阵，好过来第二种人员呢，就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恁大家老师较济应该真清楚对吧？一个校长若要做代志伊愿意做什么代志对吧？继续好做的伊若毋愿意做安怎杀都杀袂行，所以这就是咱应该爱甲伊说服的学校的校长也是主任，对吧？第3类的就是一般的教师，对吧？第4类的就是家长，这些拢总是靠心会啦，所以就是咱拄仔讲的，民机有法啦，谁哪会佫会变安尼？有意思无？民机都有法啦，谁哪会佫变安尼？一定有问题嘛，出现咧倒，咱用过来一步一步开掉，大家知好所以你看，阮的本土意识就要做这件代志阮会设计一个迄个备份，这个备份内面有针对这4种人，这4种人我是用足紧的甲恁讲的你来看，这是实实在在的毋是假的这是 PTT 国别来看
对吧？你看，伊最近调去庄卡，对吧？就是离开台北嘛，吼，对吧？吼啊，结果无法度甲庄卡的人讲话，对吼啊，叫庄卡的人，遐庄卡的人叫伊讲国语，因就就生气的，气呼生气，对吧？吼，伊讲这样的错吗？高考有考台语吗？真无聊嘞，对吧？还被投诉，对吧？吼，你看，这都是公务人员。这都是公务人员，伊一个用代表1万的，你听意思吧？哦，大多数的公务人员会感觉讲华语是国家的语言啊，对吧？我要办公都应该讲华语啊，相当当然就爱去讲迄个本土语言，对吧？好、哦，但是你看下骹，你 PPT 有播出来，伊家己播出来哈，下骹的人安怎讲？下骹人来讲哈，还请民众讲国语的，你怎么不试着学台语？到底谁是公务人员？换个角度，长官如果跟你讲台语，你会请他们讲国语吗？哦，以下这拢是咧干咩？我头讲，我当然有经过啊，咁干咩啊？吼，对吧？你睇啥？台湾并基都有一群人有真好的本土语言意识，但是这群人有啥物人甲箍起来？敢有人要甲这群人箍起来？还是拢互伊做迄个伫咧迄个网络内面做乡民就好？好，你那个想看卖哈？好。再来，看吼，实际上吼，咱台湾吼有愈来愈侪人吼袂晓讲母语啊，对吧？而且感觉母语是注定的，所以这个公务人员就是安尼啊，感觉母语是注定的，对吧？吼，对吧？吼，当然有历史因素，我知吼，这是历史因素的吼。但是啊，这个认知你已经知影唔对啊，咱是应该改过来。我知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咱已经知影唔对啊，应当来改。吼，懂啊？所以语言唔是干那要沟通俩，拄则要用华语当然是为着沟通，我知。但是语言绝对唔是干那沟通俩，你甲想看觅，语言若干那为着沟通俩，我问你，你即摆如果吼，即摆咱当然袂用出国，假使你用出国去非洲倒啊，吼，去非洲，你家己一人去非洲，家己自助旅行的时阵，常常听到，你要讲英语哦，讲英语无问题哦，你甲英语版听人无问题哦，但是你常常听到哦，有人咧讲台语的时阵，你会感觉安怎？假使讲你也感觉足亲切，安尼表示啥？唔是沟通嘛，因为你讲英语无问题啊，相当你听到英语的时阵无感觉亲切。对吧？吼，所以语言沟通其实唔是干那啦，吼，沟通是一种方法，迄是工具尔。其实咱佫有更较用的，后壁物件是迄个民族文化，吼，这是你家己的身份认同。所以我看对清朝以来吼，就算讲伊无真正台湾意识，但是语言拢是一个文化的表达，伊是一个身份的认同、族群的认同，吼。好，你也看这是不是互人相切？吼，你看安怎看客人，安怎客人吼？你看客家人最讨厌什么？这种笑话，但是这个笑话就反映台湾人的情，你安怎看待这个时代代志吼？因为客家人最讨厌吃药，为啥？因为药没得省。哦，对，客家人都不喝温水香了，因为客家人是小气鬼，喝凉水，对吧？客家人最喜欢打什么中国武士、咏春拳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咏春呢？这是不是歧视？这就是语言歧视啊，对吧？不是干那歧视台湾人呀，这就是在歧视台湾人，有无？高考有考台语吗？高考有考台语吗？对吧？哈，不是在干那歧视台语尔，客人是不该歧视，对吧？哈，好吧。所以啊，你看这个迄个歧视吼，你开玩笑吼，我请大家你搁想吼。一个上简单的问题就好啊吼。古早你咧听诸葛亮的餐厅秀的时阵吼，因咧滚生球，咧用什么咧滚生球？大概拢咧讲性别，就是黄色笑话，哦，对吧？但是即摆人要滚生球的人，较唔敢是安怎？因为咱的性别意识已经提升啊，对吧？所以较唔敢讲这啊，讲的无，若无说是人个咱性骚扰，讲咱搞耍，对吧？吼，但是你搁想看觅，你看即摆改过来啊，较袂去讲即款物件。毋过即摆的人咧滚生球用什么滚生球？伊已经无用性别的滚生球，毋过用什么滚生球？用族群的滚生球。你听有无？用性别、用族群来滚生球，上廉价啦。哎呀，你也感觉真好笑，对，你笑出来对，对吧？你看，你感觉你也拄仔讲，客家人最喜欢打什么咏春拳，因为他们什么都用出来，你感觉好好笑，对，你若感觉好好笑，这个时阵就证明你完完全全心内其实是赞同这款歧视的，因为你感觉好笑，对吧？就甲当初诸葛亮啊。因咧讲这黄色的笑亏的时阵，吼，你会感觉好笑共款。即摆伊唔敢讲，是咪表示讲哦，未来咱嘛唔通甲人的族群摕来滚生笑，对吧？吼，好，我想母语咧改变，台湾咧改变，吼，咱爱互台语变做正常化啦，吼，那个正常化，吼，好啊。我拄仔讲，这是要针对公务人员，阮有对应的 PPT， 其实 PPT 我甲印几页尔吼，其实阮有足侪课程要讲，等下我会最后个课程结束啦，吼，好啊，过来这是对学校的，对学校，你看李登辉总统。伊家己咧写的就讲吼，伊迄个年代其实拢做过共款的悲哀的代志啦，就是伊嘛叫人挂过牌啊，伊的囝嘛有，伊的新妇嘛有吼，对吧？啊，迄个咱即要甲迄个什么校长主任讲的，就是讲吼啊，双语能力对囡仔有偌好的代志，你敢知？双语能力吼会当帮助伊解决真侪问题，因为无共款的语言刺激无共款的脑的所在，所以会增加迄个囡仔的认知，对吧？啊嘛会改善伊的社交能力，伊敢若有好无歹。
对吼，有好无歹。古早人拢感觉吼，学华语学一样就好啊。你若学台湾话吼，会去影响到华语，你华语的作文拢会变歹，其实是毋捌字兼无卫生啦。对吼，迄个年代的水准，这个年代咱应该有新的水准啦，吼，对吼。所以迄个双语的社会吼，也是去多语的社会吼，一定拢比单语人较好，对吼。而且迄个是比的吼，那双语的会比单语的吼佫较晏。安尼有意思吧？吼，对，所以这其实有足侪款的好处啦。这个有处，咱应该甲遮的头人，就是学校内面头人吼，甲伊讲吼，全世界趋势是安尼，你毋通阁用你国小老师甲你教的知识，国小老师甲你教的知识，你做甲校长啊，甲大还阁用国小老师甲你教的知识来看待即摆教育，安尼敢好？对吧？吼，当然无计袂烧咩啦，我只是要甲大家讲，吼，因为时间都赶，我咧紧张，吼，过来即个迄个家长，家长吼，家长你也看吼，家长其实吼，你也看，若甲囡仔讲母语的时阵吼，伊拢会想到因老母，因阿嬷，歹势，想到因阿嬷，吼，因为因阿嬷嘛是安尼甲教，对吧？即款的记忆，其实就是语言的力量啦。对吼，跨越时空，阮就是语言的力量啦吼。所以咱即马有家长内面有足侪拢自动自发，就是咱的台语的共学团吼，即个 FB 内面足侪吼，足侪，反正在座迄个老师，反正恁都参与啊吼，对吧？即足侪，我是要做一个小解，互恁知影吼。毋管是台湾话、客话，还是原住民，拢总有，拢总有啊。我要甲家长，即是要甲家长讲的话啦吼。当然 PPT 足长的，但是我即摆用遮吼，要甲家长讲话就讲若要互囡仔学语言，爱开钱，爱成本，对吧？吼，安尼是要互伊学啥物较好？我相信所有的囡仔，所有的老爸老母拢会讲，安尼当然嘛爱互我的囡仔学英语。要互补习嘛爱补英语，都要你300个小到无穿裤，你个补台语，对，你会安尼想我拢知。但是我要甲你讲的吼，你想到啥物要补英语？因为你感觉这个投资后摆会回本，对吧？是不是？毋过你敢知影，投资母语是零成本。你只要甲伊讲话就好啊，你根本毋免开任何成本，就用互伊讲真好话。你甲想看觅，咱即马就是我即个年，咱岁数差不多，老师咱的岁数差不多啊，吼，对吧？咱顶个人尔，吼，对吧？阮迄个年代，阮老爸老母甲我讲话，敢真正有提切咧敢教，从来都毋捌啦。但是阮台语就讲了真认真啊，对吧？吼，所以你其实是零成本的，零成本了有啥物收益？你也看，卢生讲的，哇，是不是？小时候讲台语要向花钱，毋过人伊即马靠台语赚钱。叫台语趁钱，对吧？吼，遮个客家歌靠台语趁钱，靠客语趁钱，吼。即个迄个软集团，吼，嘛是共款，吼。阿宝，吼，这是唱歌的，吼，原住民，吼，原住民，吼，台湾的，即嘛原住民，吼，甚至咧科技的，连CD拢会讲台语啊。吼，是你讲台语啊，这个是语言辨识，其实我嘛咧做啦，吼，另外伊嘛咧做，吼，两边拢咧做，无要紧啦，吼，对，阮其实即马就是咧做医疗科，嘛咧做迄个语言辨识，吼，语言辨识，吼，好，我讲，遮一定要甲注意讲了就结束吼，我讲吼，如果若是吼，咱即个别在的启蒙英语的力量吼，就是为着要创啥，我要甲大家讲吼，诸位老师，恁拢会当来参与这个课程，而且变做宣讲师，就是宣。当当初的迄个文化协会遐个文化精英共款，因宣布的是台湾的民族意识，咱要宣布的是台湾的本土语言意识，对吼？我会办真济研习甲课程，这7月初10尾也无关，因为恁都知影咱关到7月12嘛吼，对。但是这以后即马目前可能按9月，恁若看到消息拢进来报名吼，应该按9月才会开始吼。你也看阮的迄个课程，先甲大家讲语言知识甲语言规划。你看阮的课程有总论，佮有分论，分论有分4大论。4大族群嘛吼，对吧？你也看迄个总论对吧？吼，有遮国家语言法的立法精神，吼，语言的定位甲发展，吼，过来有单语、双语甲多语，国家语言地位的迄个分译甲规译，对吧？吼，这拢是迄个较基础甲法令有关的课程，吼，你爱有底底，你爱知影遮的历史来源，安尼你可能才有法度应用。下骹就要教恁应用啊，吼！你也看第2讲的课程是咧讲这个对吧？这4大类啊，吼，公务人员学校的行政人员、学校的老师甲家长嘛，吼，这4大类的分种课程以外，因有一个共同的，对吼。比如讲爱消除本土语言的歧视甲偏见，拄则对客家的族群你嘛有看到嘛，吼，也笑亏你有看到，对吧？吼，对吧？过来，这叫做能破的能力，你有法度解除歧视，才有法度创造多元优先的本土语言环境，对吧？吼，对公务人员呢，咱应该甲伊讲啥物？地方通用语。你明基都伫苗栗做公务人员，你明基都伫迄个屏东做公务人员，是安怎？你对地方通用语遮尔啊无法度接受？像我拄则讲 PPT 内面讲，伊讲高考也无考啊，对吧？讲甲
佫袂属于对咧，讲甲一支白吼，对吧吼？啊，对校校的行政人员，你应该要求校长遐主任吼，你应该甲伊讲吼，啥咱校校恁大概当拢咧办的台湾母语日，到底是人办对人办，还是背后有一寡精神？哦，这应该甲大家开条知吼。啊，对老师咧，你老师是做语文教育的，但是伊爱对语文政策，啥咱即摆做这语文教育，啥拄啊，咱毋是看甲足清楚的。明期就是应该，然后莫看吼，明期就是应该12档来存9档，对吧吼？即个语言政策甲语言教育关系应该知，吼。啊，佫有一个课程就是讲吼，你看啊，优先的亲子共游，吼，共算共学的即个本土语言开始，吼，第一点本土语言开始，这是对家长讲的，吼，对家长讲，吼，这是一点钟的课程呀，啊，佫有哦，啊，佫有吼，第二个课程吼，这是本土对公务人员吼，伊伫迄个做伊迄个头路吼，公务人员的场所内面要怎使用本土语言。对吧？吼，校行政咧，对哦。咱要爱的是上温暖的语言评选，但是咱用上冷冰冰的语言调查的数字，可以对上理性的来到上感性，对吧？吼，数字的调查到语言评选的实践，对吧？吼，嘛爱甲老师讲吼，你唔通认为看鸟的无点，台湾话、客话拢是即款固执堆的物件，吼，对吧？无，咱尤其咱台湾会用讲是目前全世界第一个台语标准化。对吧？中国有闽南语啊，但是中国的闽南语较当无标准化，对吧？咱的标准化什么意思？标准化意思就是讲吼，你看你的头壳顶吼，若拄到有一拍电话，即摆若去拍电话害去咧，你是毋是去卖场，还是去柑仔店买一个迄个电话球啊？还是讲迄个一拍电话，投下就会使咧？迄就是规格化、标准化，有一个固定的规格，全世界拢安尼用，安尼意思？无共间公司生产的，但是安去拢总用，迄就是标准化，安尼意思？啊，古早咱咧写的汉字。吼，咱咧写罗马字也好，汉字也好，是毋是一人写一套？迄就是无标准化。无标准化的时阵呢，是毋是阻碍即个语言的进步？对吧？咱台湾话差不多是全世界第一个标准化。标准化佫好得到的成果咧，够单。因为我最近拢是研究马来西亚的福建话吼，嘛咧研究也毋是拢啦，嘛咧研究马来西亚福建话吼。毋过即摆都袂当过调查，但是你敢知？马来西亚因嘛讲福建话，甲咱的话其实会通，拢是大一腔无毋对，但是会通。吼，因都是拢总。高单拢总看咱的高点，咱的标准化变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标准，这就是标准化的厉害。有标准化才有法度科技化，因为我即马咧做迄个医疗库，吼医疗库，若无标准化就无法度做医疗库，无法度做医疗就无法度进入语音辨识，你就无法度互你的手机啊讲台语，你就无法度研发将来的机器人，无法度互机器人讲台语，而且无法度互机器人听有台语，互机器人懂台语一点仔都无困难，你敢知？迄叫做语音学成。但是互机器人听有台语，迄就足困难的啊。迄叫做语音辨识。若无标准化，若无科技化，拢做袂到。你咧教育内面，我想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吼，咱拢做到啊。咱拢做会到，安尼有意思无吼？好，甲家长咧，嘛应该甲讲哦，母语学习的成本甲收益吼，本土语言吼，其实有经济驱动力，毋是无。当然，阮都会提出一个，毋是讲拄则遐个有名的人咧啦吼，我会提出一个吼。好，大概这就是阮的课程吼，做遮个迄个演习。吼，好啊，当然，恁若来参加这了，会变做安那？会变做人才库，是真正的人才库哦吼。阮会甲恁的人才库，甲你收去教育部。名单嘛，牵伫教育部，互各县市拢用会着。安怎用？恁可能毋相信，我讲互你听。当初咱咧催杀性别的时阵呢，吼，当然嘛是一步一步来，尤其是周县长，拢是周县长的功劳，吼，对吧？因一步一步来，吼，一步一脚印，甲咱的性别慢慢啊催杀，催杀到到今仔日，所有的公务人员若要进修，一定加减减吼，一年内面拢爱去进修有甲性别有关的性别主流化的课程，你听无吼？所以有课程就有工书。工书要对倒来，听无？吼，共款。如果将来咱注意学员，若拢上遮的课了，嘛还培训了，嘛将经过阮的考验拢考通过，吼，恁就有法度变做真正的本土语言意识的宣讲师，吼，遮个宣讲师将来公务人员会甲拄啊性别共款，拢爱开课，而且毋是一个县市爱开，是全国拢爱开的时阵，安尼恁是毋是有后一个？会当拍这所在，安尼说，伊其实毋是为着赚啊，其实是为着人。你看，人做生意人都会晓遮尔啊巧，做生意的人，大家拢特别巧啊，对无？杂家中原在啊，人伊拢足巧的啊吼。无敢不相伤无毋对，但是你来看，人伊都会晓用老鼠会，一个赚一个，对无？咧赚足紧的，对吼？是安怎？咱遮的读册人都拢无一款头壳，毋知影讲人才的重要，毋知影讲人才会当赚人才。
晓意思吼？所以咱应该建立一个人才库，这个人才库就是注意老师，恁将来拢是本土语言的精英，拢是咱本土语言的经济教师吼，这就是要变做咱的人才库。啊，人才库恁就用去选岗，啊，对嘛？如果你若是拄好是公务人员的，阮阁有法度用公家的单位来甲你奖励。吼，你的绩效对吼，这就是目前规划。我相信这咱讲电灯传灯啦吼，1%减1%啦吼，对吧？这是不够咧讲的啦吼，心定吼，对吼。望安尼吼，一个人做，两个人做吼，就讲蝴蝶效应啊，愈传愈大，吼，愈传愈大吼，对吧？望讲吼，咱的台湾话愈传愈大尾，吼，会当较大把尾啦吼，对，好，大概是安尼。好，以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吼，甲大家争做一寡时间，无我就报告到这，多谢。非常多谢咱听教授责任用心，伊做足侪准备。其实伊准备毋是为着这场咧做准备，伊是为着台湾，为着咱的台语文所做的准备。我想咱大家会知影，伊是足用心咱的足侪网牙的这个翻做台语吼，就是教育部委托咱的听教授，伊足用心去做出来。我想迄个推动的效果，咱应该看会到吼。今仔日非常多谢有遮尔侪人做伙来参加咱隆重，超过我毋知影 YouTube 迄边几百个，我毋知影吼，因为今仔日是几落百个，我知影伫咱的即个咱的Google Meeting 内面有100个尔，敢若会当100个人入来，剩的大概拢是伫 YouTube 即摆我想讲咱今仔日才是开始吼，然后继续逐礼拜的拜二甲拜四，共款10点甲11点，拢有足精彩，大家拢做足侪准备。因为逐个人拢非常的要紧，甲你咱逐个今仔日会在伫线顶的抑阁有真侪无伫线顶的人，我是讲请咱逐个原来拢互因知影，会当逐个会当入来meeting 内面的就入来，恁有意见，请恁会当留信息落来吼，阮一定会足认真整理，然后阮原来希望会当放伫 YouTube， 互逐个人会当去看，我相信今仔日听教授是将伊真侪经历，甲咱做一个通盘的一个理解。我是讲咱逐个拢会知影，逐个心肝拢有想，但是有做无？有达到有看到迄个危险性无？我想讲这是咱逐个爱共同来推动的。我想讲我的话就无加废话吼，请逐个会保守连这资料，阮会一定会去整理，以后阮原来。将做文字，佮家己做出来吼，请大家密切注意。恁若感觉今仔日恁有意见，请传信息过来。恁原来请恁会当甲其他的人讲，互因会当做伙来参加，会当做伙来看 YouTube， 会当将意见大家做伙汇集。因为这毋是啥物人个人的问题，是咱所有台湾人共同的使命，请咱大家做伙努力。咱做伙拍谱多谢咱的听教授好毋好？我那多谢你的参加好毋好？多谢，多谢诸位老师，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拜四，请大家会记哩准时上线，多谢。